在娛樂圈這片永遠不缺驚濤駭浪的海域裡，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名字就像兩艘曾經並駕齊縷，共同抵禦過無數風浪的巨輪。即便早已在法定意義上駛向了各自獨立的航道，但每當海面上稍有風吹草動，輿論的探照燈便會立刻齊刷刷地打向他們，試圖從粼粼波光中打撈出關於復合的蛛絲馬跡。近日，隨着一組所謂謝霆鋒頻繁出入張柏芝寓所的模糊影像在網絡流傳，加之某八卦論壇新爬出兩人大兒子 Lucas 的升學材料中父親簽字欄的細節，以及小兒子 Quintus 被拍到在商場與母親爭執時倔強的側臉，那個塵封已久的復合猜想又一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然而，當我們撕開那些被精心剪輯的圖片與捕風捉影的文字編織成的信息繭房，冷靜審視這一家人當下的生存狀態，或苦愧發現那些被粉絲們視為破鏡重圓鐵證的蛛絲馬跡，剝開層層濾鏡之後，不過是一對離異父母在漫長育藝路上最平凡、最普通的協作日常。這份協作裡，沒有舊情復燃的乾柴烈火，沒有破鏡重圓的戲劇性反轉，有的只是兩個成年人面對血脈相連的生命個體時，那份不得不放下的芥蒂與不得不扛起的責任。將時間就拉回到那個曾經轟動整個華語圈的世紀婚禮，彼時的謝霆鋒與張柏芝，一個是桀驁不馴的音樂才子，一個是靈氣逼人的玉女掌門，他們的結合承載了太多人對金童玉女最極致的想象。然而婚姻的流離也在現實的風雨中終究顯出了脆弱的本質。當年那份離婚聲明措辭克制而體面，卻也在字裡行間透露出性格差異與生活方式不可調和的裂痕。離婚後的這些年，謝霆鋒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美食與商業帝國的構建中。那個在12道風味裡對着刀叉火候精益求精的男人，似乎早已將人旅程長化作了灶台上的煙火氣。而張柏芝則獨自帶着兩個兒子生活在香港，社交媒體上曬出的日常，多半是接送孩子上下學、為兒子更生、陪他們打遊戲的瑣碎畫面。他像一隻護初的母鷹，用單薄的翅膀為孩子們撐起了一片看似雲淡風輕的天空。表面上看，這兩條人生軌跡如同殘行尖銳的平行線，一個向北追逐事業的星辰大海，一個向南扎根於母職的土壤深耕，似乎再無交匯的可能。但血緣的紐帶從來不會因為一紙離婚協議而徹底斷裂，尤其當這條紐帶的兩端係着兩個正在快速成長的生命時，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便注定存在着一種無法被任何新戀情或新事業所取代的剛性連接，那就是他們共同創造的兩個兒子。近來被網友津津樂道的所謂復合證據，細究之下其實都經不起推敲。比如那張被瘋傳的謝霆鋒座駕駛入張柏芝住宅小歐的監控截圖，但凡對香港狗仔隊的拍攝手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棟位於中環半山的豪宅本就是謝霆鋒在離婚後購置的物業之一。他名下有多處房產分佈在香港不同區域，而張柏芝目前居住的恰恰是當年兩人婚後共同購入的愛巢。出於對兒子們生活習慣的尊重，謝霆鋒選擇在探視時將車駛入該區域，本就是最合乎邏輯的路徑選擇。再比如所謂 Lucas 升學資料上的父親簽字，香港不少知名國際學校確實要求父母雙方共同簽署教育協議，尤其在涉及子女重大教育決策時，校方會明確要求離異雙方同時到場或分別簽署同意書。這並非是謝霆鋒對前妻的特殊關照，而是現代教育體系下對人同權益保護的基本流程。至於小兒子 Quintus 在商場與母親發生爭執的畫面，更是被過度解構的典型樣本。一個正值青春期的12歲男孩，因為想要的限量版球鞋被母親婉拒而鬧別扭。這種場景發生在任何普通家庭的商場裡都再正常不過，只因為這對母子的身份特殊，便被賦予了因父愛缺失導致性格叛逆的悲情色彩。事實上，據香港幾家主流娛樂週刊近半年的跟蹤報道顯示，謝霆鋒平均每月返港2次，每次停留3至5天，期間必定會安排與兩個兒子的單獨相處時間，有時是帶他們去自己開設的餐廳品嘗新研發的菜品，有時是陪他們去郊外寄行或玩滑板。
這些活動往往避開媒體的長槍短炮，選擇在私人會所或朋友的山間別墅進行。若非偶爾有路人拍到模糊背影，大眾根本無從知曉這位忙碌的父親在聚光燈之外為親子關係付出的努力。值得玩味的是，公眾似乎總是習慣於用複合的陳舊劇本去套用所有利兒明星的互動模式，仿佛男女之間除了愛情便再無其他深刻的聯絡方式。這種思維定式的背後，折射出的是社區對利兒家庭關係想象的貧瘠，也是對謝霆鋒與張柏芝兩人人格成熟度的低估。放眼當代社區，離婚後的合作育人早已不是新鮮話題，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研究表明，父母在離異後若能擁持穩定、理性、相互尊重的溝通機制，對子女的心理健康與人格塑造所產生的正面影響，遠遠超過為了所謂的完整家庭而勉強擁持的貌合神離。謝霆鋒與張柏芝顯然深諳此道，儘管兩人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論過具體的育人分工細節，但從那些零星流出的訊息碎片中，我們依然可以拼湊出一幅高度理性的協作圖譜。比如張柏芝曾在某次綜藝訪談中不經意提到，大兒子 Lucas 在數學競賽中獲獎時，謝霆鋒佢專門從北京飛回香港參加頒獎禮，並且在頒獎禮結束後主動將兒子帶回自己住處慶祝，讓張柏芝得以擁有一個難得的週末休息時間。又比如謝霆鋒在錄製某檔美食節目時，曾對着鏡頭熟練地處理一份三文魚，說這是小兒子 Quintus 最愛吃的菜式。他每次回港都會親自下廚做這道菜，而這份熟練絕非一日之功，說明他在私下裡為兒子下廚的頻率遠比公眾想象的要高。這些細節拼接在一起，呈現出的是一對離異父母在漫長的實戰中摸索出的動態平衡。他們不再糾結於過去的對錯恩怨，而是將全部的注意力聚焦於兩個兒子的成長需求上。這種需求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充裕，更是情感層面的雙向流動與人格層面的健全引導。至於大兒子 Lucas 的升學問題，更是將這種育人協作推向了更具戰略高度的層面。據港媒深挖的教育界消息人士透露， Lucas 自幼便展現出驚人的音樂天賦，尤其對吉他和編曲有着超乎年齡的敏感度，這顯然繼承了父親謝霆鋒的音樂基因。而張柏芝在兒子教育問題上展現出的開明態度令人欽佩，他並未因為與謝霆鋒的過往情感糾葛而阻撓兒子向父親靠攏，反而主動與謝霆鋒協商，為 Lucas 制定了兼顧學業與音樂特長的升學路徑。兩人共同諮詢了多位教育心理學專家，最終決定讓 Lucas 報考一所注重藝術特長的國際學校。該校不僅學術氛圍濃厚，更擁有全港頂尖的音樂製作實驗室與錄音棚資源。在申請過程中，謝霆鋒動用了自己在音樂圈的人脈，為兒子爭取到了與資深音樂製作人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而張柏芝則包攬了所有申請文書的整理與面試禮儀的培訓。兩人分工明確，配合默契，全然一副事業合作夥伴的乾練姿態。這種協作模式在 Lucas 順利拿到錄取通知書後，達到了一個小高潮。據校內家長群流傳的消息稱，謝霆鋒與張柏芝曾同時出現在學校的家長歡迎會上。兩人雖然分坐於禮堂兩側，但在關於課程選擇的討論環節中，兩人隔着人群用手機訊息交流意見。最終由張柏芝作為代表向校方提交了共同商議後的算課方案。這種線上溝通、線下分工的協作方式，無疑是經過多年磨合後形成的最優解，既避免了同框帶來的輿論炒作風險，又確保了在教育決策上真正實現了父母雙方的共同參與。相較於哥哥的沉穩與早慧，小兒子 Quintus 的成長軌跡則顯得更為跌宕起伏，也更容易被外界解構為問題人童的樣本。這個曾經在《爸爸去哪兒》預告片中對着鏡頭做鬼臉的小男孩，如今已長成身高直逼母親的少年，而青春期特有的躁動與倔強也如約而至。據張柏芝的閨蜜在某次私人聚會中透露， Quintus 近來的確表現出比同齡人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不再滿足於母親安排好的週末活動，開始對社交圈有了自己的選擇標準，甚至佢因為謝霆鋒未能兌現某次返港約定而連續數日拒絕接聽父親的視頻電話。
這種看似叛逆的行為，在普通家庭中或許只是親子關係的一時摩擦，但放在謝霆鋒如像柏之這對離異父母的語境下，便被無限放大為缺乏父愛導致的心理失衡或單親家庭教育的必然困境。然而，如果我們摒棄這些先入為主的偏見，以一種更為平和的視角去審視 Quintus 的成長，或許會發現這不過是每一個青少年在構建自我身份認同過程中都會經歷的陣痛。謝霆鋒對此的處理方式頗為耐人尋味，他並未因為兒子的抗拒而採取強硬姿態，也沒有像一些離異父親那樣選擇用昂貴的禮物來彌補情感陪伴的缺失。據謝霆鋒身邊的助理透露，他在得知 Quintus 拒絕溝通後，特意調整了自己的工作行程，將原本計劃在東京完成的料理研發工作轉移到香港進行，每天清晨開車送 Quintus 上學，哪怕兒子全程戴着耳機一言不發，他也堅持在15分鐘的車程中播放兒子喜歡的嘻哈音樂，用這種無聲的陪伴慢慢軟化兒子的抵觸情緒。這種看似笨拙卻充滿誠意的努力，在持續了大約3週後，終於收到了回報。Quintus 主動在某個週五晚上給父親發了一條簡短的訊息，詢問週末能否帶他去深圳玩卡丁車。謝霆鋒當即取消了原定的品牌活動，連夜安排行程，並且在出發前特意給像柏之發了一條報備訊息，告知接送時間和地點，確保母親對兒子的行蹤了如指掌。這種細膩到近乎瑣碎的協作日常，絕非一朝一夕能夠練就。他需要雙方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放下自我，調整邊界，重建信任，最終將曾經的愛恨糾葛升華為一種更為堅韌、更為純粹的夥伴關係。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輿論環境對這對離異父母施加的無形壓力。每一次所謂的複合證據被拱上熱搜，每一次狗仔隊的長焦鏡頭對準他們共同出現的場合，都在無形中給這段本就脆弱的協作關係增添了額外的負擔。像柏之曾在某次社交媒體直播中含蓄地表達過對過度關注的無奈。他說有時候只是單純想帶兒子去遊樂園玩一天，卻要提前規劃好避開所有熱門時段，甚至要準備多套變裝方案，因為一旦被拍到與謝霆鋒出現在同一時空，第二天的頭條標題必定是破鏡重圓倒計時。這種被架上輿論火爐反覆直敲的體驗，對於任何普通人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精神消耗。而謝霆鋒則在某次美食訪談中被主持人旁敲側擊詢問感情狀況時，罕見地流露出疲憊的神色。他以一種近乎懇求的語氣說道：我40多歲了，現在最讓我心跳加速的不是怎麼浪漫邂逅，而是兒子考試那或者我研發的新菜出鍋的那一刻。這句看似隨意的回應，其實透露出一個中年男人對生活重心的清醒認知。當生命走過轟轟烈烈的青春歲月，跨過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最終能夠讓人沉下心來付出全部熱情的，往往不再是荷爾蒙勾動下的激情追逐，而是看着血脈在自己面前延續、生長、綻放的那種踏實與篤定。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被各種碎片化的、經過剪輯的、帶着主觀預設的信息流所裹挾，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對真實生活複雜性的敬畏。謝霆鋒如像柏之的故事之所以能夠每隔一段時間就被重新搬上台面炒作一番，本質上是因為大眾內心深處對破鏡重圓這個敘事模板有着近乎固執的迷戀。我們總希望在別人的故事裡看到失而復得的圓滿，以此來對沖現實生活中諸多一去不返的遺憾。但生活畢竟不是編劇筆下的台本，真實的人生充滿了混沌、搖擺與無法歸類的灰色地帶。謝霆鋒與像柏之間現在的狀態，或許根本無法用復合或決裂這樣簡單的二元詞彙來定義，他們更像是在漫長的離婚拉鋸戰中，終於找到了一種讓彼此都感到舒適的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他們不是夫妻，也不是敵人，甚至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朋友，而是兩個因共同創造的生命而永遠連結在一起的育人合夥人。這種關係的微妙之處在於，它既需要比普通朋友更深的默契與信任，又必須比夫妻關係保持更清晰的距離感與邊界感。
他們可以在兒子生日時共同出席一場精心策劃的家庭派對，在派對結束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居所。他們可以在深夜為了兒子的健康問題通電話商討方案，在天亮後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行程。他們可以在大兒子的畢業典禮上並肩坐在家長席，在典禮散場後禮貌地道別。這種種場景，如果放在10年前，或苦澀被解鬥為曖昧或餘情未了，但在今天這個離婚率持續攀升、家庭形態日益多元化的時代，我們應當有足夠的智慧去理解。這不過是一對成熟的成年人，在命運交付的有限選項中，為孩子做出的最優選擇。那些熱衷於衝某個眼神、某個動作、某條時間線上的巧合中挖掘複合鐵證的圍觀者們，或苦應當停下來想一想，即便謝霆鋒如像柏之真的如某些營銷號所言舊情復燃，那也不過是他們作為獨立個體的私人情感選擇，既不值得被神化為愛情童話的再次降臨，也不應該被妖魔化為對過往傷害的刻意遺忘。而如果他們之間真的如我們在大量事實細節中所觀察到的那樣，僅僅是擁持着一種理性、克制、高效的育人協作關係，那麼這種關係模式本身所蘊含的現代性與建設性，其實遠比一場轟轟烈烈的復合大戲更值得我們關注與尊重。畢竟，在漫長的婚姻解體後的歲月裡，能夠將曾經的傷痛轉化為合作的智慧，將過往的恩怨沉澱為共同養育下一代的默契，這需要比戀愛時更多的勇氣，比熱戀時更深的包容，以及比分手時更堅定的理性。謝霆鋒與像柏之用實際行動向我們展示了，離婚不是親子關係的終結，而是另一種形式合作的開始。這種合作無關風月，只為那些在成長路上需要父母雙方能量灌注的生命。當我們把目光從那些捕風捉影的八卦標題上移開，轉移投向兩個兒子逐漸長成的背影時，或苦澀發現這才是整個故事裡最值得關注的篇章。Lucas 在音樂創作中展現出的靈動與專注， Quintus 在卡丁車賽道上揮灑的汗水與笑容，這些鮮活的成長瞬間才是謝霆鋒如像柏之放下過往，攜手協作的根本動力所在。大兒子即將踏入更高的學業殿堂，小兒子正處於人格塑造的關鍵期。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命階段對父母提出的要求也截然不同。Lucas 需要的是專業方向的引領與資源支持，而 Quintus 渴望的是情感層面的理解與陪伴質量。謝霆鋒如像柏之顯然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差異化的需求，在分工上呈現出一種有趣的性別互補。像柏之憑借女性特有的細膩與耐心，更多地承擔了日常生活的照料與情感波動的安撫工作，而謝霆鋒則利用自己在行業內的資源與視野，為兒子的長遠發展鋪設更廣闊的平台。這種分工並非刻意劃分的領地，而是在無數次的嘗試與調整中自然形成的默契。他既尊重了各自的性格特質與時間分配，又確保了兩個兒子在成長過程中能夠同時吸取來自父母雙方的能量滋養。也苦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關於謝霆鋒與像柏之復合的傳聞依然會像潮水一樣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每一次都能收穫足夠的關注度與討論量。但作為理性的大眾圍觀者，我們或苦可以在這場永不停歇的輿論狂歡中保持一份清醒與克制，不再簡單粗暴地將離異父母的所有互動都套進戀愛復合的陳舊框架裡，而是學會欣賞那些在破碎之後重新拼合起來的，雖然形態改變但依然堅固的關係圖譜。他們之間那份被反放鬥為舊情復燃的頻繁互動，剝開層層想象的外衣，納里包裹的不過是一對父母對兩個生命最樸素、最日常的守護。這種守護不需要豪言壯語，不需要高調宣示，它藏在每一次跨城市飛行的日程表裡，藏在每一次電話會議與面談協商的細節中，藏在每一次面對兒子成長困惑時的共同應對裡。謝霆鋒與像柏之用他們特有的方式告訴這個世界，有些關係的結束並不意味着聯裂的徹底斷裂，有些距離的保持並不意味着關懷的缺席。當兩個成熟的生命選擇為了共同的烈徵而各自前沿，並肩同行時，那種超越了狹隘男女之情的協作之美，恰恰是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動人的情感樣本。
最後，青允撫我以300字的篇幅為這篇冗長的觀察做一個理性的收束。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將公眾人物的私生活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劇本，卻常常忘記鏡頭之外的那些人同樣擁有感知疲憊、抗拒窺探的權利。謝霆鋒與像柏芝之間的真實關係，或許永遠無法被我們這些局外人準確界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們對兩個兒子的愛與責任從未因為婚姻關係的解除而減損分毫。與其沉溺於捕風捉影的浮合猜想中自我陶醉，不如將目光投向更值得關注的社區議題，比如單親家庭子女的心理建設，比如離異父母合作育人的科學方法，比如如何為那些在破碎婚姻中掙扎的家庭提供更完善的社區支持體系。吃瓜固然是人之常情，但理智的吃瓜者應當懂得在擇當的時候放下手中的瓜，給予當事人應有的尊重與空間。願我們都能以更開闊的胸懷去理解人間情感的多元形態，既不神化也不醜化任何一種關係選擇，讓謝霆鋒與像柏芝能夠以他們覺得最舒適的方式，繼續在這條漫長而充滿挑戰的育兒道路上各自努力，相互配合。畢竟，對於兩個孩子而言，父母之間那份建立在理性與善意基礎上的協作默契，遠比任何虛幻的愛情童話都更能給予他們面對未來的勇氣與底氣。願輿論的潮水早日退去，船這一家人一片無需解釋、無需證明的清靜天地。